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嚟到大師傅裝修公司嘅 channel， 我叫 Edwin 啊。今日咧，我帶大家嚟睇下一個位於馬鞍山錦駿苑嘅全新居屋單位㗎。今次呢個單位面積大約427平方尺，屋主要求改造成一房一廳嘅間隔。今次呢個單位裝修風格採用咗時尚風嘅設計，非常感謝屋主對我哋公司嘅信任，選用咗我哋公司嘅居屋全拆裝修套餐，連埋升級工程嘅。今次呢個單位工程項目係包括有更換房間嘅鋁窗同埋露台嘅玻璃趟門啦，新鋪客廳同埋房間嘅地磚啦，更換廚房廁所嘅牆磚同埋地磚啦，安裝全屋嘅家私，包括睡床、衣櫃、獅字櫃、電視櫃、地台儲物櫃啦，新安裝櫥櫃、浴室櫃、鏡櫃、玻璃玉屏啦，廚房廁所假天花連埋 LED 筒燈啦，全屋水電油漆連埋清潔費，連工包料合共348800蚊。我哋係絕無其他附加收費，以成為本嘅。近入口位嘅位置呢，我哋安排咗位置安裝雪櫃啦，而櫥櫃採用咗上下櫥櫃嘅設計，喺上方櫥櫃嘅底部亦都設有 LED 嘅補光燈，下方櫥櫃預留咗位置安裝洗碗機同埋蒸焗爐嘅，而上方櫥櫃亦都預留咗位置安裝抽油煙機。工作台面方面，我哋採用咗深灰色嘅石英石。洗手間方面呢，我哋採用咗隱藏式掩門嘅設計。入到嚟洗手間，鏡櫃嘅上方呢設有儲物櫃，而鏡櫃嘅底部呢亦都有 LED 嘅補光燈，而下方嘅洗手盆櫃呢，我哋亦都預留咗位置安裝洗衣機。嚟到房間方面，屋主選用咗呢款木門襯托翻黑色嘅手柄啦。嚟到睡房嘅內籠方面，屋主選用咗淺綠色嘅牆身啦。另外呢邊分別我哋安裝咗一張雙人床啦。床尾嘅位置呢，亦都預留咗俾小動物活動嘅空間。咁喺睡房嘅另一邊呢，有我哋公司安裝嘅到頂式衣櫃啦。喺客廳近門口嘅位置呢，安裝咗一組窄身嘅獅字櫃啦。而獅字櫃嘅側邊呢，就安裝咗一組到頂式嘅電視櫃連展示櫃啦。而另外客廳嘅天花安裝咗一組燈槽啦。而喺燈槽嘅底部亦都有 LED 射燈啦。好啦，喺客廳嘅另一邊呢，我哋安裝咗一組地台式嘅儲物櫃啦。客廳嘅油漆方面，屋主係選用咗白色、粉紅色、藍色嚟到做牆身嘅顏色嘅。而呢個單位大部分嘅位置呢，屋主都係選用咗呢款淺啡色嘅木紋地磚嘅。今集講到呢度先，我哋下集再見，拜拜。